如果你忘記咗用戶名稱同密碼，如果你唔記得 Compass 嘅登入頁面用戶名稱，喺螢幕底部揾入唔到你嘅賬戶 ，Can't access your account， 撳落去。喺呢頁揾我唔知我嘅用戶名 ，I don't know my username， 撳落去。你可以用你嘅電郵地址或者手機號碼，如果之前有登記喺 Compass 嚟揾返。如果你冇電郵地址或者手機號碼登記喺 Compass， 就唔可以自己操作揾返。你需要聯絡學校獲取呢啲資料。如果用電郵，就喺下面嘅空格打入你嘅電郵地址，會顯示示例。完成之後，撳我唔係機械人 I'm not a robot 旁邊嘅方格。如果見到一個驗證熒幕，就跟住指示去做。例如叫你揀出所有有車嘅相片，揀完之後撳驗證 Verify， 然後撳繼續。當你見到繼續登入 Proceed to Login 信息，就撳落去。之後你會返回登入螢幕，可以輸入用戶名稱同密碼，再檢查你嘅電郵，你會收到你嘅用戶名稱。如果你想用手機號碼，就喺電郵區下面揾我想用我嘅電話號碼 I want to use my phone number， 撳落去。輸入你嘅手機號碼，要注意第一個0唔會顯示喺度。完成之後，撳我唔係機械人 I'm not a robot 旁邊嘅方格，然後撳繼續。當你見到繼續登入 Proceed to Login 信息，就撳落去。之後你會返回登入螢幕，可以輸入用戶名稱同密碼，再檢查你嘅手機短信，你會收到你嘅用戶名稱。如果你喺登入頁面唔記得 Compass 嘅密碼，揾家長用一次性代碼登入 Parent sign in with one-time code， 就喺螢幕底部撳落去。之後會有3個選項，你只需要提供其中一個：手機號碼、電郵地址或用戶名稱。完成之後，揾到 Continue 字樣，撳落去，然後檢查你嘅電郵或者手機短信，你會收到一個用嚟登入嘅一次性密碼。